面目大，将面部客张，侬客张推面话，后面的都是侬客张推面话，爸不买子买袄子嘴来店面，也是讲，爸袄子嘴来店面。为民而开端发表，把我买袄子买袄子嘴来店面来店面美名而开端发表美名而开端发表把我买袄子嘴来店面为民而开端发表我们买袄子嘴来店面美名我开端去了海边发表这个八不这个八有的，比如说那火灸，这个灸满八口，它有点辣的意思。抽这个烟满八口，就是个八。八语，把我买袄子嘴来店面美名而开端发表。去那海边捕鱼。要煮酒，像一只风筝，飘落遥远的泰国地。兄弟天涯两分离，何时才能再相聚？啦啦啦啦啦啦，有面膜代言还当若能前面带着吗？